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在今日国内国增加2位武汉肺炎感染者，一位是对日本回来30多岁查甫人，另外一位是最近唔捌出国的50多岁富人人。确诊的32例印尼看护，确诊进前捌去台北车头绑架凌晨时拍走，今日也甲这寡所在总消毒过。一团媒集团主席李志英无经过香港警方的同意去参加反送中运动，也互香港政府抓起来了。在今仔日，台湾国内阁增加2位武汉肺炎感染者，分别是住伫北部30多岁查甫人，甲50多岁富人人。这个治病查甫人，捌伫2月中带团去日本大阪旅行，而且这团阁有21个人。但来到台湾了后，也开始出现牙头咬咬、扫袂停的情形。在今仔日经过检查，也确诊了。另外，这位富人人却因为最近拢唔捌出国，感染原因阁来调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国内新增加2例武汉肺炎确诊个案，是33例北部30几岁男性，加34例北部50几岁女性。按34的部分，当然是说，因为他的发病期间，可能在社区，也有可能在这个医院病房，那跟这个医护人员，我们先做采检。那另外也会去追他这个住院之前有没有什么可能的接触史。在旅游团的那个21位，我们都会陆续去追踪。指挥中心讲，这位确诊的北部30几岁男性，2月17到22日，佮另外21个人带团去日本大阪旅游，回来了后，伫咧25出现扫甲挠症的情形。26到病采检了后，回去厝的27病通报送验，第28确诊。就34案，伫咧2月14时阵，因为血糖低，规身躯亚线送病，并且住院。伊本身就心血管加慢性病史，伫最近并无出国过，所以有可能是伫咧国内感染，正伫咧调查伊的接触者。在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已经到第2期，那会随时在观察这样的情况。那事实上韩国的情况还是比较意大利、伊朗，这还是我们的关注会比较高一点的地方。指挥中心统计，目前国内累计通报2094个个案，其中2037位排除，34位确诊。伫确诊个案内面，1位死亡，9位出院，其他拢伫咧继续住院。因为国外有真侪案例是出院了再一遍复发，所以国内确诊个案出院拢是高标准，爱采检3遍拢是阴性才能解除隔离。接触者是采检2遍，避免咱国的检疫系统出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在台湾第32例武汉肺炎感染者是一位非法的印尼查某看护，伊也捌甲伊的朋友接触过2天。这个朋友搁坐高铁登去高雄，就在查某看护确诊了后，伊的朋友也互随找出来。虽然经过2摆采检拢是阴性的，不过伊也出现呼吸道的症头，也先甲伊暂请隔离。伫高铁的新总营站人真多，按32例非法的女看护感染武汉肺炎。伊女性义工朋友甲伊密切接触了，自台北坐高铁登高雄，7天后出现呼吸道症状。26号我们掌握了这个讯息之后，就立刻将他请到我们的指定隔离医院这边去进行必要的一些隔离诊治、报案采检。那目前还没有确诊是武汉肺炎的感染，但是因为他症状没有解除，现在还在住院当中。这位女义工2月10日去台北找按30例，2人斗阵2天，18坐高铁登去高雄，搁坐7份去高雄的公山工厂上班。这段期间拢伫咧公山上班生活。25因为脑痛看医生，26按30例确诊，卫生单位赶紧找伊送病隔离治疗。到27采检2遍拢是阴性。我们也匡列了132个接触者，在工厂管理的部分，夜班的接触者这里是目前是暂停上班的。卫生单位整合伊的接触者，自18开始，女义工伫咧工厂内面的同事32个人，伫工厂最近食饭的61个人，共宿舍17个人，也有2月25到诊所看病时阵，104个人加18个病人，伊甲朋友去火锅店食饭的接触者，也搁伫咧调查。因为我们这边接触大部分都4国都有啦，因为我们这边附近也有很多家那个外劳店嘛。在这段期间，女义工夜班出门买菜买便当，不过因为也毋是确诊个案，所以卫生单位也无对社区发布进一步的消息。但是工厂已经停工，外籍加台湾籍的夜班作业员拢等于厝的自主健康管理。记者综合报道。
疫情指挥中心有公布第32位感染者，捌去过台北车头、艋舺、龙山寺等等的所在。为了安全设想，代替台北捷运甲龙山寺拢进行消毒。为了避免防疫出现空芳，也若有外籍移工要照顾病人者，就要甲证件摕出来，而且要甲移民署的系统进行连线了后，才会当入去。上紧伫后礼拜就会来施行。真侪人来来去去的捷运站，工作人员定期咧消毒，去电扶梯，有旅客可能会摸到的各种设施。因应较近的外籍移工，伫2月16、17、19，坐过台北捷运3遍。捷运公司表示，已经伫27摆时完成专案的消毒。它行经的轨迹的车站，进行一个专案的全面的消毒。那我们使用的一个器具是电动喷雾器，主要是这个0.05% 的一个漂白水，针对旅客可能行经的动线，对车站全面的一个消毒。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的资料，外籍移工看护16、17、19有去过台北车头3遍，其中2月17还有伫台北车头的地下街设计，代替嘛加强消毒作业，对捷运的连通道到车头的公共场所，还有列车顶悬的座椅、走廊所有的区域进行消毒。台铁的旅客如果他有发烧的话，我们可以协助来发给口罩，跟他量体温和协助就医。毋过外籍移工是非法接案，行为真歹，互固定的头家来约束。劳动部表示，相关单位已经在建立陪病登录系统，未来移工陪病爱出示证件，移方会当连线移民署的系统来开认身份，上紧后礼拜就线。在整个的一个查缉跟这个预防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管道那我们能够也希望我们的雇主，我们还是要诚恳的呼吁我们的雇主不要去非法雇佣。早起台北市环保局嘛针对龙山寺附近进行大规模的消毒。环保局强调，若是因为较近的移工捌来过遮，市府针对人较侪的观光景点，伫防疫期间，拢会特别加强消毒作业。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228连假的头一天，高速公路有也是低甜。国道3号3英到英国系统车速是无到20公里。高公局也讲，今仔日的车流量比平常时加1.4倍。另外，公路总局也有规定讲，对2月开始，若准坐客运、坐公车拢爱磅体温，若准是发烧，司机会当记住家己载。量一下体温哦。各道客运工作人员为乘客量体温，这已经是上车进前的标准作业流程。因为公路总局规定，为2月2日开始，若是坐各道客运或者是公路客运爱量体温，确实发现旅客发烧，业者应拒绝载客。也不用花很多时间，就派一个人在这边量就好了。可能动线要再管一下吧。业者表示，受武汉肺炎疫情冲击，不少乘客选择家己开车，甲往年228连假比起来，载客量少差不多2到3成。不过强调，还是落实防疫，车体车站拢会定期消毒。乘客上车前，确实发现体温过悬，强调无条件退钱。在上车前，我们都会帮旅客做额温的测量。那如果说他有发烧，那他已经购票没关系，那我们会无条件的就是退票。爆发武汉肺炎疫情了后，第2连续假期，虽然各道客运乘客比往年少，不过各道车流量煞增加。尤其各道3号3英到英国系统行车速度一度比10公里较低，各道5号有19下晡出现8换车条，行程时间会比平常时加7倍。明天下午大概中午后，其实国五北返的一个车潮就会涌现，雪隧南口这个部分就会产生这个回堵的一个车潮，比平常会多出7倍的时间了。因应228连假代替为17开始到3月7日5天全线加开134班列车疏运，高铁伫17先加开1班，路南每一站拢停专车自由坐列车，所该回乡10条。按算5天全线加开110班的列车。记者综合报道。讲到228事件到今也已经73年了。总统蔡英文在今仔日出席中秋纪念仪式，宣布228事件的真相甲转型正义报告特别出来了，也算是转型正义的工作会继续做落去。台北市长郭文哲也讲，无论面对228或者是疫情，拢爱中央甲地方做伙来走向未来。228事件73周年，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台北市长郭文哲、立法院长游锡堃拢参加中秋纪念仪式。受到疫情影响，这边无开放民众参加，只个邀请受难者家属甲代表。228受难者连年总会选廖英和，希望促转会变做常设旗鼓，也有赶紧贴中正纪念堂。
加害者伫倒位，大家拢知影，伫遐。无甲伊摕掉，迄就敢若一支刀插伫每一个228受害者的心肝内底。希望蔡总统各会会当帮忙。总统蔡英文也颁发恢复名誉证书予受难者家属代表，宣布228事件真相加转型正义报告稿就要出来，也算是转型正义工作的3环节，开放加改变档案，继续推动人权教育，包括林宅血案、陈文成命案，要以最大开放、最小限制的原则来开放给社会大众阅览跟运用。我也要求对于现阶段配合促转会调查受到征集选定的政治档案，除了极少数依法还不能解密的档案，国安局要在1个月内完成解密的工作。蔡总统讲，成立促转会就是要找出历史的真相，会一直做落去。台北市长郭文哲伫发言时阵，肯定国内武汉肺炎疫情控制了真好，认为无论是中乡地方，不分党派，爱徛做伙对抗病毒。也因为这一次疫情，再次的提醒着我们即使有不同的过去，但是我们都有共同的现在。无论面对228，面对疫情，我们都必须继续走向共同的未来。郭文哲讲，伫2016年的228，伊甲一名少年朋友挑战一日双塔520公里长征。这边本来想要搁挑战，也毋过因为疫情取消。但是以正向的方式来面对历史的态度，依然无改变。也希望大家上下一心，共同守护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在今仔各地头拢伫咧举行228的纪念活动，高雄市长韩国瑜是头摆出席高雄的追思纪念会，说一直甲228讲做是823追思纪念会，连人名也共读唔对啊。出席228纪念活动，高雄市长韩国瑜甲受难者家属心情严肃纪念献花。这是韩国瑜上任市长以来头一摆出席228活动，次数却是突切几摆。今日是823 73周年。来这个追思会，看到不公不义的这种状况跳出来，张自忠先生、王雪红串联起来，对不公不义的现象发动了武装冲突。可能台语讲了袂惯时，韩国瑜将228讲成823，佮加将受难者的名讲唔对，互现场的家属讲气。有的人就讲要去问伊啥物叫做爱与包容的意思是啥物话，主题都唔知影，敢讲会对。连续突袭，互外界批评，毋若时空拢唔对，佮加互另一平台批评，无心面对历史。了后赶紧发布新的讲法，承认因为想专心顾，才会讲唔对话。台中市长罗秀燕是伫下昼也来到由民间团体举办的228追思会，也毋过早起2场市府举办的追思会，拢是由副市长出席引起议论。罗秀燕赶紧说明：我们的防疫中心、指挥中心配合中央，调整成1级，因为咱台北无代志，不要这样，无代志，只是防疫作为了。228也是战后白色恐怖时期政治犯陈明忠的8日，前总统马英九甲导演侯孝贤拢出现对书。看着他，我感觉这个人真的是气度之大，所以我跟他最后变成了一个忘年交。1995年，当时的陈明忠嘛甲导演侯孝贤合作，演出探讨白色恐怖时期的电影，两人变成好朋友。前总统马英九也表示，对家属更加爱用心比心。228这一天也考验政治人物的智慧。记者综合报道。一团媒集团的主席李志英，透早伫伊香港的厝，互警方掠去啊。根据香港媒体报道，讲李志英互掠去的原因是旧年有甲东方日报的记者发生口角，而且无经过警方的允准，就去参加反送中游行。就连工党的副主席李道仁，甲民主党的前主席杨森也互带去警署啊。一团媒集团主席李志英离开警署，面对媒体追问，表示家己无话要讲，而被采去8点外。李志英因为涉嫌伫去年6月7日的六四记者会对东方日报记者骂歹听话，甲参与831非法集会，采去被押到九龙湾警署。参与831游行的工党副主席李道仁、民主党前主席杨松也分别被掠走。佢哋涉嫌參與一宗
發生喺2019年8月31日喺灣仔區至中環區未經批准嘅集結。警方喺完成調查之後就會進行拘捕，咁係冇你頭先所講嘅考慮嘅。2019年8月31日，香港市民伫灣仔小鎮球場集合，花口河唱詩歌，各用行的前往聖約探教堂。李德英、李道仁、尤松拢有參與，也毋過這場行動並無得到警方的許可，民眾和警方用水炮車趕離，暗時也爆發衝突，包括831太子站事件，警方攏離地提抓人。過半年，警方展開拘捕，和民主派機關甲民間團體攏指起警方是選擇性執法。佢哋幾位並唔係咧831嗰日嘅所謂自由行以及咧唱聖詩活動嘅發起人嚟嘅。第二，當日嘅行動係一個自發嘅自由行，並且佢哋有一啲嘅宗教活動，例如喺修頓球場係唱聖詩。我睇唔到點解有明顯嘅犯法嘅行為。我想這個行動就是要恐嚇香港人，就是警方是不斷會沒有任何理由，或者說沒有任何合法合理的理由去逮捕。也毋過，這毋是李德英頭一擺參與遊行比例。2014年護傘運動，李德英歌手何文詩，也閣有幾啊位立法會民主派機關，攏佇清場迄天互警方掠走。不少香港網友批評，即馬防疫攏袂好啊，警方也有心思掠人。職工兵指出，外地武漢肺炎疫情可能短期內毋敢登到街路抗爭，也毋過等到疫情無遐爾嚴重了後，民眾不排除閣上街對警方掠人行動發出聲音。記者綜合報道。對着阮的鏡頭來看在地上大條，目前當咧進香的桃園龍德宮四媽祖，雖然因有甲進香的行程縮短，不過前一暗進香團約100個成員是困佇各種的體育館內面，外界也煩惱講敢會發生群聚感染的問題咧。廟方也表示講相關的預防因攏有佇咧注意，教育局也講進香團離開了後就會徹底消毒。工作人員去了真早，伫體育館內底噴消毒水，其他人員嘛伫一一待切，任何可能接觸過的所在。進來內底時，是毋是愛個手愛個消毒，酒精消毒？離開的時候，我環保組清好了，攏先用酒精消毒。雖然天未光，同龍德宮的信眾已經去了真早，準備提早回鑾。受到疫情影響，條件行程原本是8天7夜，縮短為6天。本來要行路的行程，為了今年上北，嘛改坐坐車，避免甲沿途的信眾密集接觸。車子直到送到廟前，我們整隊一下，然後參拜祝壽，好，那我們就再離開。離開之後一樣搭車，我們到下一站湖口顯聖宮。同龍德宮的條件，今年是第15年，原本行過5縣市，經過7個宮廟，差不多300個信眾參與，其中困佇大雅各中的就超過100人。來拍中坡困做伙，日第2天回鑾進前專門來消毒，馬上困過床墊帶走。就響應政府吧，為了大家的安全。信眾是感覺真無彩，不過嘛是會盡量政府的防疫設施。而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廟方伫半年之前就已經接觸要來做，當時無疫情的消息。疫情發生了後，嘛只會使要求廟方來加強防疫。那你啟動以後，中間停下來，那這些信眾的這些怎麼說？他臨時要去掃那麼大的地方，也不容易啊。台中市教育局表示，當年除了要求信眾愛佇學生放學了後才會使進入，所落來嘛拄到連續假期，嘛未甲學生密集來接觸。雖然廟方嘛已經自主消毒，不過為咗安全，而且過來請環保局，而要到校園來消毒。記者台中綜合報道。雖然大甲媽祖繞境進香活動成要來延期，不過在高雄鳳山的里長嘅議會，要強請大甲媽的婚姻去示警。活動對2月16日就開始咯。連議會會長也講，活動嘅人數敢若100多人爾，而且逐日攏磅體溫。市政府也講袂使，感覺也無講因袂使辦，目前是會甲行程行較頭。信徒輪流愛來自大甲的媽祖新尊文景，高雄市鳳山區76個里聯合邀請大甲媽南巡隊伍佇個大街小巷行，沿路民家嘛擺香案倒來迎接。不過為着防疫，大甲媽3月文景活動已經延期，南巡是毋是嘛愛停止？邀請單位認為有做好防疫，會繼續舉辦。差不多是70幾人啦，較濟就正100人安尼啦。阮出來大家講盡量掛口罩，所以你看阮的團隊出來，大家攏掛口罩。係啊，我嘛是會做體溫的測量甲
酒精洗手、酒精消毒，出门拢会先做这个动作。活动对2月16号起点，要进行到3月15号，专程76个里，大家暗时拢伫咧无共庙过暝。联谊会强调，无办法做甲清早参与的庙方人员是毋是有热情警示国家的旅游史，但队伍大家拢有量体温，每一个人嘛有挂喙罨。市府嘛表示，室外活动目前无对应的防疫管制做法，所以并无禁止。室外空间的部分，由于目前在整个的在管制上面呢，我们并没有详细的一个对应的一个管制办法。空气中伊才较快啦，应该是啦还好啦，因为一个一个啊尔。不过，沿路参加的民众有的人确实无挂喙罨，只有呼吁应该爱挂。外团曾经参加启电活动的市长韩国瑜，3月2号嘛要来爱妈祖，庙方嘛澄清韩国瑜只会去拜拜。记者王家川、面赵宽给我报道。新北市长侯友宜在今日表示讲，已经有找到适合的所在，通好做居家检疫场所，也强调讲一切拢准备好势啊。也让台北市有定用2间旅馆做防疫空间，提供民众会当家己开钱去遐做居家检疫。新北市长侯友宜2月早起视察新庄新北大道草莓圳附近排水的改善工程。不过，武汉肺炎的疫情哪来哪严重，面对居家检疫的人数可能会欠悬，居家检疫者需要的场所，侯友宜表示，新北市是真快已经找几落的所在，做居家检疫者休困的所在。我们一定会利用我们自己的闲置场所，因为新北市的面积很大，我们有山有海啊。所以，其实我们只要找到一个风光明媚、闲置的场所，我们都可以马上利用来安置这些问题。那是台北市居家检疫的人数降到1000多人，不过台北市长郭本地表示，考虑到台北市大的环境较小，会定用防疫旅馆，让民众自费居家检疫。所以说，居家隔离大概分2部分，就因公务而需要的，这个我们会免费给他处理的。那如果是你居家环境不适合的，希望到外面。实际上我们已经有征用旅馆在处理了。目前是总共找到2家，那并且他们提供的房间总数大概是40间左右。那提供给目前来看是完全没有症状的一个需要居家检疫的一个对象来入住。刘玉婷指出，随后阁有几落间旅馆还阁继续在敲测当中。另外，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甲纾困进行特别条例，已经伫27生效。所以，若是有违反居家隔离甲居家检疫的民众，会分别罚20万到100万，阁有10万到100万。台北市统计到27为止，拢总罚69个人。台北市卫生局提醒民众遵守隔离甲防疫的规范，以免受罚。记者综合报道。面对网络消息，就爱先来想看卖才来动作。有一个网络名人伫中国的微博有要有500万的网友伫咧甲关注。伊27暗时刷打一张假行政院公文，讲每一个人会当去病院免费领10个喙罨。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讲，这是假消息，乱传假消息上当爱关3年，而且还阁爱罚300万。最近伫网络有真侪有关武汉肺炎的假消息。像一位有492万粉丝微博主，27号就打不实的行政院公文，讲每一位民众会当摕健保卡去病免费领10个喙罨。假消息一出了，网友伫咧 FB 内面分享，还佫讲家己已经领到20个。因为这个假公告里面有出现了几个简体字，那是一名昵称孤雁木蝉的一个直播主所为，他的 IP 是来自境外，研判应该属于中国人士所为。行政院长苏贞昌发文澄清讲，这是假消息。照新实施的纾困条例规定，散布假消息，相当会当关3年，并罚300万。刑事局也另外查到台湾的网友，伫咧普人讲政府俗价卖喙罨，要求厂商家己吸收亏损，要甲介绍有关对外卖喙罨的假消息。警方通知这大部人到案说明，也甲这个大文摕来。要网友冒用台北市政府的 logo 的广告，讲咱国已经开发武汉肺炎的疫苗，第一批疫苗2倍就让免费做，一个免费爱心喙罨的假消息。大陆社群有疑似共同造假，对我们的网络还有我们相关的防疫的疫情做一个攻击对于那个舆论啊、铺陈等散布的策略，他们都去做一个研析和那个比较然后来提升假讯息的辨识难度。调查局对不实消息的证据432件，立案52案，以上12案，也分析主要原因有2个，分别是中国网友不满咱国禁止喙罨出口的政策，再加上因认定台湾的网友伫中国社群散布假消息，所以被报复。
用人头河马假造台湾的用户发动假消息攻击，制造国内惊吓。调查局希望民众提高警觉，也继续追查假消息来源。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水分明，南韩武汉肺炎的感染者高达个增加571例，总人数已经来到2337例了。当地民众也三更要取安，甚至地方政府要设快速体检的站所，甚至也有韩国名车讲宣布要取消演唱会。南韩武汉肺炎疫情28确诊病例数增加571例，总确诊人数破2000人，来到2337例，死亡13例。大部分病例依然集中在大区市甲上庆北道，其中大区市阁因为确诊人数伤过多，面临病床无够的问题。当局将患者分流，重症患者移送其他地区的负压病房治疗。另外，爆发群组感染的新天地教会，南韩政府表示已经掌握信徒名单。 27일 자정을 기준으로 해서 대략 3분의 1에 해당되는 11만 명이 확인되었으며 그중 파악된 유증상자 1,638명은 즉시 자가격리 조치하였고 진단검사를 실시할 예정입니다. 南韩东南部蔚山市的现代汽车厂区一名员工证实为着武汉肺炎，现代汽车下令第二厂区停工，各开相关紧急会议进行。因为确诊人数增加真紧，南韩大家是心惊惊。首尔的百货公司人是客家满，不是为周年庆买物件，而是为着抢买翠安。 공급이 부족할까 봐 걱정했는데 지금은 5개 사서 만족을 하고. 我近首尔高雄市启用停车场得来速快速体检病毒服务，民众无需要入车就用量体温、采样才会检测。 굉장히 밀려들고 있습니다. 그리고 장소가 협소한 데서 하다 보면 정말 오셨던 분도 불안함을 느낄 수 있고 여기 와서 보시면 이렇게 개방된 데 이런 데가 훨씬 더 만약의 사태에 대비해서라도 조금 더 안전하지 않을까 이런 생각을 하게 돼서 为防止疫情破开，南韩防弹少年团 BTS 原定4月中在首尔举行连续新专辑演唱会，也宣布取消。目前全球已经50国对韩国人采取入境管制措施，或者是禁止入境。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日本的武汉肺炎疫情虽然无亲像韩国遐尼济，不过伫北海道也是拖真紧。北海道厅伫2月下晡举行记者会，公布上新的确诊人数也已经有66人了，也呼吁民众千万唔通拍走，避免疫情愈拖愈严重。 武汉肺炎已经影响全世界57个国家甲地区，而且伫纽西兰也出现头一位感染者。伫伊朗，包括副总统在内，也已经有245人受到感染。意大利是一日就增加上百个确诊病例。但咧纪年嘉年华的巴西也开始出现病症了。面对着疫情，全世界各国拢是成国家机，也开始出现这出入境啊。伫纽西兰出现第一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 总理阿尔登证实，这个患者60几岁，有去过伊朗，即马伫病院治疗。 This person had actually travelled to Iran some weeks ago to visit family. They have now returned. That appropriate protection measures are in place. A group of people who were on the flight involved, particularly for the final leg, which came from Bali to New Zealand. 伫咧伊朗，伫咧卫生部副部长了后，2位国会议员加副总统艾伯特卡拢伫27确诊。 艾伯特卡伫咧确诊之前，正坐伫总统罗哈尼附近，甲几多位官员开会。前驻高龄大使也因为武汉肺炎死亡。最高领袖哈米尼也出来安大连心，讲国家会渡过难关。امیدواریم که انشالله این کار برجسته و سنگین خیلی هم طولانی نشه و انشالله زودتر کلک این ویروس منحوس گرفته بشه انشالله. 意大利伫咧一天内面新增加超过100位的确诊病例，高中方志阁甲信徒正话距离活动，二人伫咧祈祷时阵小可加撒流鼻水，吉登港的弥撒活动就取消。巴西、荷兰抑个非洲的奈及利亚拢出现第一个确诊病例，因全部拢有去过意大利。奈及利亚病人是意大利人，2个拄则自米兰转到奈及利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第一例。 因那巴西即马正拄好是年度的盛事，巴西嘉年华也是国内旅游的高峰期。伫德国，一天的确诊病例数增加真多，法国一个平倍。世界卫生组织伫咧2017讲，有可能发生全世界大流行。We're at a decisive point. For the past 2 days,
The number of new cases reported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has exceeded the number of new cases reported from China. 俄罗斯为着要防疫，连续2天有重大宣布，而且联邦旅游局建议国内各地旅游局暂停办理去意大利、南韩、伊朗等国家的业务。前一天26也宣布，自3月开始，除了5航甲伊的子公司 Aurora 航空以外，暂停俄韩之间的空中交通。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疾管中心 CDC 第2日宣布讲，北加州的索兰诺也出现全美国头一位找无感染源的病例，有可能是当地社区头一位感染者。另外，美国媒体也报道讲，美国派去处理甲中国武汉以及着泉州公主号撤离回来人员，说是欠防疫训练，而且也拢无丰富的设备。美国加州州政府27日3家面对的记者会，说明这家联邦政府联手找出索兰诺郡一名无感染源确诊病例活动路线甲接触者。CDC has committed to sending 10 of their personnel into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to help assist in those efforts to broaden our capacity to track each one of those individuals and to make sure that they're contacted and to make sure that they're interviewed. 州长刘森也指出，当地有感染风险受监控的人数至少有8400人，也毋过实际扣酒200，非常的不足。伫向 CDC 反映了后，已经得到正面的回应。伫众议院的听证会，有医师身份的加州众议员阿米贝拉指出，这名武汉肺炎确诊病人，也就是美国本土第15例，伫2月19住伫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中心，随着挂上呼吸器。迄天，伊的医师要求予伊做检测，也毋过因为无旅游史，无符合当前的检测标准，等5天到23才进行检测，搁等3天结果才出来。伫这个病例了后，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 CDC 已经向医护人员发送新的检测指南。另外一方面，纽约时报甲华盛顿邮报27日报道，应用卫生甲公共服务部一名被告者的消息来源，其当局派去北加州2个空军基地处理武汉甲泉州公主号邮轮撤离人员转来工作的数十名工作人员，全都无接受适当的训练，也是防护装备。其中的崔维斯空军基地就位伫索兰诺郡。CDC 的主任27日听证会也被问到病毒调治废温物品存活率的问题。And where on copper and steel, it's pretty typical. It's really pretty much about 2 hours. But I will say that on other surfaces, cardboard or plastic, it's longer. And so we are looking at this because we don't know the role of fomite transmission. Now,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impact cargo. 华盛顿州西雅图市高区一间中学，一名职员的家属出现技术镜头被隔离，学校就决定27停课消毒。伫武汉肺炎爆发的影响，并且27也宣布决定取消今年年度 FB 开发者大会，原定5月伫圣何西举办的这场活动，当年拢吸引真侪来自世界各地甲民策合作的软体科学人员参加，并且也会伫现场公布刷落来一年的发展重点甲更新。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世界欠台湾，一切就未完全啦。美国众议会外委会第27针对武汉肺炎举办第2场的听证会，其中台湾和 WHO 排除在外，也叫做正人的焦点。会中有真侪机关批评中国行为无妥当。国务院亚太事务副组卿费德伟表示，美国会拍拼推动台湾参与 WHO， 也甲其他国家来合作，阻挡中国的阻挡。也会来咱的外交部除了感谢以外，也搁再呼吁讲 WHO 爱拒绝中国的施压。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27针对武汉肺炎举办第1场听证会，检视美国甲国际社会抗疫措施，邀请国务院亚太事务副组卿费德会、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主任瑞菲德等官员参加。会中，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夏普等议员拢特别关切台湾被 WHO 排除在外，并且批评中国做法不适当。And it's a shame that the PRC China allows its intransigence with respect to Taiwan to put not only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its own people, but the rest of the world more at risk than we ought to be. Clearly, that doesn't do anything for the public health of the res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ich is, of course, why the United States has and continues to push very hard for Taiwan to have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the WHO and to be
granted observer status at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外委会亚太小组首席机关约伙也对中国无愿意和台湾撤侨传闻表达关切。就连法国参议院外交甲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格里欧甲委员卡迪克顶礼拜各以书面质询向外交部长表达 WHO 排除台湾对国际社会带来损失，无法度继续目视安尼情形。外交部，我们由衷的感谢，诚挚呼吁 WHO 以及 ICAO 等联合国的专门机构，要抗拒中国政府的一个不当施压。即马武汉肺炎疫情一直伫全球传开，有学者伫比较台湾甲中国应对疫情的表现指出，即摆病毒事件互更较侪人看出民主体制开放自信的治理，比威权政府为巩固政权要搁较好。政权的安全、政治安全。还有呢，它凌驾于人民的那个生命的安全了。就从这个数字里头，我们看得到这个体制的这个弊端。伊认为中国政策制定者应该爱为武汉肺炎疫情中反思，爱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爱落实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若无确保政府缺少公信力，会真做致命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第二只的包机，到今也是拢无进展。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网也写着讲，湖北省的台湾办公室主张由中国的东方航空甲台湾的华航做回载人，不过咱台湾这边也是无同意。咱台湾的陆委会也表示讲，双方目前当咧交涉。武汉封城了后，各国陆续出动包机，替离因的公民。两岸之间嘛有一只班机。2月初3 ，247名台湾人返来台湾，但是第2班包机煞无消息。中国官媒新华网报道，湖北台办消息指出，稍后的运送，中国建议由东航甲华航共同执行任务，赶紧完成运送。但是台湾方面拒绝同意这个方案。陆委会回应指出，牵涉到双方当地协商的代志，无评论。前总统马英九搁再话话，希望双方各退一步。我不是建议双方各退一步嘛，不要争执政治，赶快为了下一代的教育安全，赶快达成共识。根据新华网指出，提出申请要返来台湾的人数对978个人增加到1148个人，因伫当地观察已经超过1个月，无人去互感染到，而且因有需要返来台湾就医、上班、上课。所以由东航甲华航6个班机1礼拜内底完成运送，嘛提出班机安排的具体建议。而且提交1148个人的名单，中国把责任全部撒给台湾。学者认为讲，双方有沟通的管道，但是因为前一班机有人感染，双方无互相信任。现在是在针对这个疫情呢，是有紧急状况，就小两会的沟通。这个里面呢，牵涉到因为我们病房确实不足，大陆希望一次把它解决，免得拖拖拉拉。因为护心不足，那么又加上第一次武汉包机的这个不愉快的经验啊，所以才会让我们的这个作为。比较有一些考量。陆委会捌表示，台湾已经传好飞机甲防疫人员，就等北京同意。但是即马中国搁甲问题撒给台湾，两岸真歹有共识，而且继续在政治战。搁加上台湾出现社区感染，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已经提升到1级，面对疫情的发展甲国内照护的能量，留伫武汉的台湾人若返来，恐惊嘛是无乐观。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台湾儿童科医生伫网络分享讲。中国武汉有一个感染武汉肺炎有新的妇人男，镜头当咧严重的时阵，有装叶克膜甲抢救，一礼拜就要开20万的人民票。后来讲无法度负担，决定要放弃治疗。这个医生也呼吁台湾人就要珍惜健保，千万唔通偷济。儿科医师吴昌庭伫社群网站发文分享，武汉中南病院已经收治一名得到武汉肺炎的有心查某人，病况危急，增上叶克膜替伊治疗。短一礼拜就用掉将近100万台票。原来伫中国装叶克膜一开机，就用大约20至30万台票以计计算。伊家境不好，治疗钱拢甲亲真少，最后无力负担。因为费用的问题，对，然后后来放弃治疗之后呢，这个。孕妇的丈夫也哭了，然后帮她治疗的主治医师、重症科主任呢，当场也哭了，因为这是没有办法。医师指出，伫台湾一旦病人使用叶克膜治疗，费用大约是台票60万起，也毋过健保会给付9%，呼吁民众珍惜台湾医疗资源。健保署讲，保证台湾民众看病便利佮便宜，也毋过医护的素质比先进国家确实落后真济。除了宣导民众唔通随病院浪费医疗资源，也会修正健保制度。医疗的那个服务的话，最重要在医疗人员，不管是医师、护理人员、药师他们的那个
得到的费用都在整个医疗给付里面算是比较弱势的啦。健保署表示，最近因为武汉肺炎疫情，观察病院门急诊就诊人次下降大约2成，段医病人无变，显示未少民众过去时非必要就医，未来将会落实医疗分级，并且修正点数给付，希望让台湾以后有更加好的待遇。记者综合报道。就伫林义雄主体血案满40年迄天，接转会家人甲血案调查报告档案总上网公告，包括案件当间的电话记录一直互监听，也发现讲调查局有要去作家杨碧川的厝装监听器机会。接转会代理主委杨翠也讲，这也证明林家一直受到别人的监控。伫咧林义雄提血案届满40周年之天，接转会甲234项的调查报告，包括附件拢藏起伫官网。会当看到代志发生迄天，有一通疑似凶手敲互一公司查号台，问西餐厅的电话，尾啊，阁敲去餐厅找人，掩过10秒了就挂断。连事后林义雄的助理陈秋锦到现场，甲外界通话也拢被监听，抑个调查局对作家杨碧川所来监听计划。民宅在案发前至少1年，然后以及案发后其实都有受到各方的不同方式的监控哦。那这个东西在2009年的高检署的调查当中，其实他当时还说没有办法确认有监控这件事，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最大的突破应该是在这边。杨翠讲，去年8月已经摕到2000多件改别档案，抑个有一寡档案就要10年到20年了才能对外公开。为了要了解更加侪事实的真相，接转会联部行政院已经同意，会搁再延长1年。总统蔡英文也支持国安会伫1个月内完成改革工作。虽然这工作有人乐观，有人感到困难。60、70年的弊案太多了，你在短短的几年内，想要促转会去把它全部拨还正过来，不可能。把政治档案交出来之后，那真相就出现了。杨翠讲，接转会伫咧过去1年，至少追踪违反上顶的跳度进度有一定的成果，讲是会统一对外宣布成果。记者综合报道。香港铜锣湾册店的前店长林英基为了自身的安全来到台湾生活，目前也当咧筹备独立册店。本地打算要伫西门町开店，却因为成本太过悬，刷去南京西路大楼。伊也真感慨讲香港的出版业就真歹转正，想袂到台湾的生意更较歹。中本身就是爱理不理啊，然后我怎么办呢？我现在是有点头痛了。香港铜锣湾册店前店长林英基真烦恼讲出伫台湾筹备独立册店面临的处境。去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伊烦恼被引导到中国受审，决定离开故乡来台湾住。当时选伫西门町开册店，暗过店租1个月7万只好改伫南京西路大楼内底，说一间套房地点真稳密。暗过大楼对面就是有名的连锁册店，伊烦恼开店了后，爱过面对激烈的下价竞争。很多大的书店新书也去打折，还不是打8折。你比方他新书现在打出来是7、9折，另一方面本身那个经济也不好，本身那个搞书的也自己本身就搞得不好，比香港更糟糕。为了省通勤时间甲开销，林英基规气伫柜台正后边抗面层困伫遐。经营独立册店无简单，其实台湾在地的经营者也是同款的感受。家己是特色册店指出，甲经销商进会介绍是册本介绍7折，利润无关，爱去面对连锁册店竞争，政策也是一大挑战。通常像我们这样的书店会喜欢自己选书，我们希望能够保持我们自己的独立性跟我们的书店的风格。可是对于经销商来说，他们习惯是用配书的方式，就是我一箱的书配给你，你的尽量对于很多经销商来说是非常的小量的，到他们不会愿意花力气提供书单给我们。姚册店认为，林英基得到群众募资，同时也有更较侪选册期待，这拢是未来可能拄到压力。文化部会议目前有优先册业强基合作社等措施，协助小型实验册店采买。到底册店爱安怎生存，是林英基来台湾的首要课题，也是台湾独立册店长期的难题。记者综合报道。
面对武汉肺炎疫情，颠倒互大卖场的生意变更较好，真侪人选择甲物件买登去处理，甚至是网络宣布了后直接寄到处理，也互配送的订单是愈来愈惊人。不少民众挂嘴往西大卖场，其中生鲜蔬果区买气特别旺，因为受到疫情影响，民众减少去外口食，选择家己煮饭。是怕疫情感染，外食我还是尽量少。如果没有武汉肺炎，我会比较常去外面吃，就是要脱下口罩，然后也不知道餐具干不干净，有些人也不会戴口罩。提出较安全的想法，催生饮食提经济，尤其冷冻食品，因为煮食方便，销售量抢悬，成点2至3成。即时可以用烤箱的或者是微波的，买大概1个礼拜的分量，然后大概就可以吃1个礼拜这样。泡面搁较是卖价真好，家顶牌部分商品甚至拢被扫了，根本袂付补货。因为世界人都是少啊，业者结合网络，当日配送服务，伫无经济中营收颠倒成长。从8000冲到最近已经有到11000多单，甚至还有在往上继续成长的部分，很多是以学在家吃的一个主要的概念，都快1个月的时间，整体业绩成长至少都有2到3成以上。随着疫情扩大，提经济商机开始发展，虽然不少餐饮服务业恐惊面临休困的危机，也毋过因为美食外送平台徛起，成了民众新选择。伫降低民众接触感染风险的考量之下，部分餐饮服务业颠倒出现订单爆量的情况。受到疫情冲击，产业营收小涨激烈，甚至经营形态也渐渐转变。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南北河的林厝边有一座路龙井办指挥，也奉叫做世界春天10大上界水的城市风景。今年台南市阁邀请有市金光樱果的团体来到这，规定樱果做花杯有影水阁壮观。这10外只金光樱果听到主人的口令，伫同一个时间同齐飞上天顶，场面实在真壮观。这寡樱果集体放飞的所在，就是伫台南北河的林厝边木棉花道。驯鸟师后，他可以透过吹口哨，或者是叫它的名字，它就会从那个我们木棉到花海之间，这样一路这样子飞过来。那其实跟小朋友来讲，他们也是一个生态的教育。为着要替北河林厝边木棉花季加添话题，今年特别邀请金光樱果的交友团体做伙来替活动赞声，嘛互民众大开眼界。交友表示，金光樱果是一种真古锥、佮真巧的鸟仔，从细只的时就开始训练，豆豆培养感情了后，就会晓听人的口令，放飞了后嘛可会转来。因为它是属于野生动物，飞行是它们天生的能力。我们训练主要是让它知道怎么回到我们身上。捌互人讲是世界10大春季上水城市景点之一的北河林厝边木棉花道，这届金光樱果直接放飞，拄好和美景互相配合，嘛加做地方上水的画面。记者综合报道。金门的农技所日前甲地方企业合作，运用金门在地麦仔、高粱、南台湾米、黄豆等等物件，制作出有麦仔味的米素，甲有麦仔味的高粱豆油。这款好滋味也带观众朋友来去品尝一下。甲人绳拍开，然后甲鱼仔放入去吹。这出看起来真普通的料理，其实真有金门味，因为这是金门农业试验所用上新研发的豆麦仔米素加高粱豆油落去生的。小气是甲米素的芳气吹到满厝经，现场40个来学煮食的学员，就拢对总铺师学因的美美嘎嘎。很道地，哇，真的是太棒了，原味的。这个早期在家里面做的就是这种原味的。食了物件了，食了原味了，感觉材料也足重要，煮起来食起来感觉足甘甜的呢。学员也学写茶鱼，了解食物的原型，也有料理的撇步。金门县农业试验所今年委托当地食品工厂研发豆麦仔味素加高粱豆油。豆麦仔味素是用当地金门出产的麦仔结合台湾米、黄豆，经过3个月发酵激出来的。那麦仔高粱是经过4个月爱超过发酵4届，才有法度做出来。其实味噌它含有大豆、卵磷脂以及优质的小麦。那这些对于我们人体，不管是膳食纤维的提供，或者是维生素B1、B2啊，都有一些营养的补充。亲像做米素汤、豆油蓝豆腐、米素鱼，也有卤味等等的好食米，那甲金门在地的麦仔甲高粱结合做伙，也让民众食出地方的好滋味。记者综合报道。伫奥地利丹尼治国，
伫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拢会举办舞会，那是上流社会互相交流的大代志。而且开场的团体舞是更加是正人期待表演。本地拢是男男女女伫咧跳的活女子，今年也真无共，出现一对查甫舞伴，也是英国毋捌看过。一百外对18到24岁的名门贵秀公主，穿着正式礼服进场，以整齐流畅的华尔兹为国家歌剧院舞会开场，也宣告成年，正式进入上流社会界。奥地利当年公元节假期最后一个礼拜四登场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舞会，是年度上重要的一场社交盛事，身份地位的代表。华丽国家歌剧院皇冠三江跳跳所有的观众席变成高贵气派的宴会厅。虽然敢若入场的门票大约是代票1万，包收更较是天价，但是也是吸引几千名各个上流社会人士参加，也有200万人透过电视转播收看。想要伫这场规年上重要的社交盛会参加开场团体舞，需要经过严格台选区域。华尔兹基卡上重要了后，也会经过几啊摆的排练，达到整齐干部才会当登场。今年团体舞的一组舞伴为这个古早的传统写入新的历史，因为21岁苏菲甲22岁爱丽丝是以前毋捌看过查某甲查某的组合。The original thing we wanted to do was just to dance here. It doesn't matter what you have in your pants or what you were born with. You can dance whatever part you want to, and everybody can learn to lead, everybody can learn to follow. 苏菲甲爱丽丝自中学时期就是好朋友，互相并毋是情侣的关系。选择以查某甲查某舞伴姿态加入，只是想要表达对舞蹈的喜爱，并且凸显人的选择自由。奥地利有特殊的舞会文化，民众自细汉学习社交舞。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舞会，更加是规年几百场的舞会中上重要一个。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6度到30度，中部地区对18度到30度，南部地区对19度到31度，东部地区对19度到28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5度到27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恁来到东北看北极熊仔镜，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